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27，咱做来读尼希米记第9章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9章，共迄个24日，以色列人自集禁者，穿麻衫，散涂粉。以色列的后代甲所有的外族人断绝关系，因拢徛伫认家己的罪，甲因列祖的罪过。因徛伫用3点钟读上主因的上帝律法的册，佮用3点钟认罪，敬拜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、巴尼、加别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、甲基拿尼徛伫台顶，大声哀求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、加别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、何迪亚、示巴尼、比他希亚讲，就起来称赞上主恁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啊，愿你荣光的名得到呵乐，超过一切的颂赞甲呵乐。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，天顶的天甲天顶的万象，佮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的，你赏赐性命予万物。天君嘛敬拜你，你是主上帝，有竞选亚伯兰，带伊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甲伊改名做亚伯拉罕。你知伊对你忠实，甲你立约，应允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亚布斯人、格加撒人的土地，予伊的后代，佮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听见因伫红海边的哀求。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行神业奇事，攻击法老伊的元神，甲伊国内的人民，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互因对海中行大地过去。你将坠入因下，迄伫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落大影。日时你用云条带因，暝时你用火条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赏赐因正直的命令、真实的律法、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互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用诫命、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枵的时，你对天赏赐美牛；因喙焦的时，你互石盘出水，佮叫因着去承接你立誓要予因的土地。但是阮的列祖骄傲自大，硬心毋肯悔改，无听探你的诫命，因毋肯顺叹，无纪念你伫因中间所做的奇事，竟然硬心毋肯悔改，家己设立领袖，存心悖逆，想要滑倒去因做奴才的地。总是你是欢喜赦免人，有稳定，有怜悯，无快生气，有满满慈爱的上帝，嘛无放杀因。因虽然煮一只牛仔，讲
这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安尼大大亵渎你。毋过，你有极大的人民，无放杀因伫旷野，日时分条无离开因，带因行路；暝时火条嘛无离开因，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想使你良神的神来教示因，无收回你的吗哪，互因无物件通食。因喙焦的时，犹原收使因有水通啉。伫旷野40年久，你养饲因，互因无欠半项。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破。你将列邦甲遐的人民交互因，将周围的土地分互因。因得到希实本王西宏的地，甲巴珊王噩的地。你互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带因到你应允因列祖要互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孙入去承接迄个地。你伫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居民甲男人，将迄个地的君王甲居民拢交伫因的手，出在因的意思对待遐个人。因公司坚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刻满逐款好米的厝体，甲开便便的水井，泡汤园、橄榄园，甲真侪果子树。因得到食饱，身躯肥，因为你的大恩，心内快乐。毋过，因竟然毋顺趁，为了你，将你的律法撇伫骹脚后。因开始苛刻因归向你的神祗，大大亵渎你。所以你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互因受苦楚。因拄着苦难的时，哀求你，你就对天顶压落听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互因有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对敌的手。因享受太平，煞搁伫你的面前做歹。你击杀因，甲因交伫对敌的手，受对敌管辖。因活倒转求叫你的时，你犹原对天顶压落听，照你的怜悯一遍搁一遍解救因。你劝诫因，爱因活转顺趁你的律法，毋过因骄傲自大，毋听探你的诫命，违背你的命令。人若遵行，就会得到活命。镜头越走，疑心固执，毋肯听探。你宽容因真侪年，你的神通过你的先知劝诫因，因犹原毋听探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列国人民的手。毋过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你无消灭因，无击杀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。但阮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，有权能，通敬畏，守约是忍耐的上帝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先知、列祖，甲你的子民，对亚述列王的时到今仔日所受一切的苦难，求你毋通看做小看。你是公义，你的所做信实，阮所做的拢是歹，所拄着的是罪该应得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列祖，拢无遵守你的律法，毋听探你的诫命，以及你劝诫的话。因伫因家己的国家享受你赐予因的福气，住伫你所赏赐宽阔、肥、水的地。因竟然无服侍你，嘛无活转离开家己的歹所行。阮今仔日做奴隶，
你想事愿立做一块土地，互因通享受果子甲好物。阮竟然伫遮做奴隶，因为阮会做，即个地出产的物，拢归伫个王。你设立因，管辖于阮。出在因的意思，管辖阮的身躯，甲阮的精神。阮伫患难中真艰苦。这个代志了后，阮心中立约，写做文书。阮的领袖、利未人甲祭司拢签名签印。第10章，签印的人有哈加利亚的囝省长尼希米甲西底家，阁有祭司西莱亚、阿撒利亚、耶利米、巴西侯尼、阿玛利亚、马基亚、哈突、西巴尼、马略、哈林、米利莫、俄巴迪亚、但以利、滚顿、巴约、米苏兰、阿比亚、米亚民、马西亚阿、贝盖、西玛亚，阁有利未人阿萨尼的囝耶稣阿、希拿达的囝宾瑞、加别，以及因的亲族西巴尼、何丁亚、基利他、比莱亚、哈兰、比加、利哈、哈沙比亚、萨克、西利比、西巴尼、何丁亚、巴尼、比尼罗，阁有人民的领袖巴约、巴哈、摩押、伊兰、萨多、巴尼、布尼、阿嘎、比拜、阿多尼亚、比格瓦伊、阿丁、阿德、以西加、阿索、何丁亚、哈孙、比赛、哈拉、阿拿突、尼拜、莫比亚、比苏兰、以色、米西撒贝、萨多、阿多阿、比拉德、哈兰、阿乃亚、何西阿、哈纳尼亚、哈述、哈罗赫、比利哈、索贝、利红、哈萨那、马西亚、阿希亚、哈兰、阿兰、马略、哈林、巴纳，其他的人民，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献司的圣殿的工人，以及所有甲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甲因的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，以及会明白代志的，拢支持遐个做领袖的同胞，就纸宣誓，要遵行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阮的主一切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阮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嫁互即所在的外族人，嘛无要互阮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安息日也是圣日，
即所在的外族人若带商品，也是我国来卖，阮无要甲因买。每第7年，阮无要种植，嘛无要讨欠阮的债务。阮规定，每年逐个人着奉献4公克的银做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包括献祭的饼、经常献的素祭甲烧化祭、安息日、初一、节期的祭米，甲以色列人赎罪的祭，以及咱的上帝殿内所有工作的费用。照律法的记载，阮遮的祭司、利未人甲人民抽签决定，照宗族逐年定期献茶，通伫祭坛烧祭米献予上主咱的上帝。逐年，阮要将地上头水的五穀甲逐款树初熟的果子带到上主的殿。阮要照律法的规定，将阮的大囝、头上生的牛、羊甲精生带到上帝的圣殿，交予伫圣殿底服侍的祭司。阮要将上好的面粉、奉献的祭米，甲逐款树的果子、新酒甲新油，交予祭司，放伫上帝圣殿的仓库。佮将阮的土地收成的1/10，予利未人。利未人会亲身来阮种植的城收出产的1/10。利未人去收1/10的时，就有阿伦后代的一个祭司甲利未人做伙。利未人嘛着将1/10的1/10带来圣殿，收入府库内的仓库。以色列人甲利未人着将因奉献的五穀、新酒甲新油带入收藏圣所器具的仓库。一般的祭司、守卫、献司爷嘛踮伫遐。安尼，阮绝对无要弃杀阮上帝的圣殿。第11章，人民的领袖拢住伫耶路撒冷，其他的人民抽签，每10个家庭有一个来住伫圣城耶路撒冷，另外迄9个住伫别个城。所有自愿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民，拢甲因祝福。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工人，甲所罗门仆人的后代，拢住伫因家己伫犹大所有地的城。下面是犹大省的领袖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有一寡犹大甲便雅悯的后代住伫耶路撒冷。属犹大的有法勒斯的后代阿唐亚，伊是乌西亚的囝。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阿玛利亚的囝，阿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囝，示法提亚是马勒勒的囝。佮有马西亚，伊是巴约的囝，巴约是国何西的囝，国何西是哈塞亚的囝，哈塞亚是阿大亚的囝，阿大亚是约雅利的囝，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囝。法勒斯的后代住伫耶路撒冷的，拢总有468人，因拢是勇士。属便雅悯的后代有撒罗，伊是米苏兰的囝，米苏兰是约叶的囝，约叶是比大雅的囝。
比大雅是古莱雅的囝，古莱雅是马西亚的囝，马西亚是以帖的囝，以帖是以赛亚的囝，阁有撒罗的亲族加拜，撒来共928人。谢基利的囝用呢是因的长官，哈西罗阿的囝犹大做迄个城的副市长，做祭司的有约押利的囝亚大雅甲雅君，也有管理上帝的殿的西莱雅，西莱雅是迄个家的囝，迄个家是米苏兰的囝，米苏兰是撒督的囝，撒督是米勒约的囝，米勒约是阿希突的囝，也有因的亲族伫圣殿侍奉的，共822人，阁有阿大雅，伊是亚罗罕的囝，亚罗罕是比拉利的囝，比拉利是暗西的囝，暗西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巴西胡尼的囝，巴西胡尼是马基亚的囝，也有因的亲族做族长的，共242人，阁有阿玛水，伊是阿萨德的囝，阿萨德是阿哈塞的囝，阿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囝，米什利莫是因妹的囝，也有因的亲族用命的战士共128人，哈基多林的囝撒巴第业是因的长官，利未人有示玛雅，伊是哈述的囝，哈述是阿苏利干的囝，阿苏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囝，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囝，阁有利未人的领袖沙比泰甲约撒伯，管理上帝圣殿的外务，带祈祷感谢的是马塔尼，伊是米迦的囝，米迦是撒底的囝，撒底是阿萨的囝，阁有马塔尼的兄弟，其中巴布加做副手，也有阿代，伊是沙摩阿的囝，沙摩阿是加拉的囝，加拉是亚杜顿的囝，住伫圣城的利未人拢总有284人，过门的守卫有阿国甲达文，以及因的亲族共172人，其他的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住伫因家己伫犹大所有地的城。毋过，圣殿工人住伫俄腓列、西哈甲基苏帕做因的监督。伫耶路撒冷做利未人的监督，管理上帝圣殿事务的是负责献诗的阿萨的后代乌西，伊是巴尼的囝，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囝，哈沙比亚是马塔尼的囝，马塔尼是米迦的囝。王有规定献诗的人逐日应该做的职务，比他希亚代表王办理犹太人人民一切的事务，伊是
米是撒伯的囝，是犹大的囝夏拉的后代。犹大人住伫庄稼甲因的田园，有基列、阿巴甲周围的庄稼，基本甲周围的庄稼，约加市甲周围的庄稼，以及耶稣亚、摩拉代、伯帕勒、哈萨苏亚、贝西巴甲附近的庄稼，搁伫西吉拉、米高拿甲附近的庄稼，搁伫温林文、索拉、亚末、撒那阿、阿杜兰甲附近的庄稼，纳吉甲附近的田园，阿西加甲附近的庄稼，因所住的地区是对贝西巴到金伦山谷。便雅悯人住伫加巴、密末、爱雅、贝特利甲附近的庄稼，阿那突、拿别、阿兰雅、哈索、拿玛、其他因、哈底、西坡因、尼巴拉、罗德以及欧纳、哈拉因山谷，有一寡住伫犹大的利未人受指定归伫便雅悯。第12章下面是撒拉提的囝索罗巴伯以及耶稣亚做伙倒来的祭司甲利未人：西莱亚、亚利米、以苏拉、阿玛利亚、马洛、哈突、西加尼、利红、米利末、厄多、滚顿、阿比亚、米亚民、马丁亚、贝加、西玛亚、约亚利、亚大亚、撒罗、阿莫、希勒加、甲亚大亚，这人伫耶稣亚做大祭司的时做祭司，搁做因亲族的领袖。利未人有耶稣亚、宾瑞、甲别、示利比、犹大、马塔尼。这个马塔尼甲伊的同事负责俄勒感谢的诗歌，因的同事巴布加甲欧尼照办事，伫服侍的时甲因徛相对。耶稣亚生约拿金，约拿金生伊利亚实，伊利亚实生耶和亚大，耶和亚大生约拿单，约拿单生阿多亚。伫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，祭司做族长的西莱亚族有米拉亚，亚利米族有哈纳尼亚，以苏拉族有米苏兰，阿玛利亚族有约翰南，米利高族有约拿单，西巴尼族有约瑟，哈林族有
阿底拿、米拉约族有希勒凯，勒多族有撒加利亚，混沌族有米苏兰，阿比亚族有谢吉利，米拉民族有摩人，摩阿底族有比勒泰，贝加族有萨摩阿，西玛雅族有约拿丹，约阿利族有马甸奈，亚大雅族有欧西，撒来族有加来，阿木族有希伯，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，亚大雅族有拿坦耶，伊利阿瑟、耶和亚大、约翰兰、阿杜阿做大祭司的时，利未人的族长甲祭司拢有记名登录，一直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的时，利未人做族长的有记名伫历代的年鉴，记到伊利阿瑟的孙约翰兰的时，利未人的族长哈撒比亚、示利比、耶稣啊、宾瑞甲加别伫何塞的时，甲因的同事徛相对。利未人照上帝的仆人大笔的命令，一班一班轮流学了感谢上帝。马塔尼、巴波加、俄巴迪亚、米苏兰、达文、阿国、各守城门边的仓库，因拢是约萨达的孙。耶稣啊的囝约雅金的时，以及省长尼希米甲祭司经学教师以斯拉的时当值。耶路撒冷举行城墙奉献礼的时，人民去利未人住的所在邀请因来参加，爱因唱歌感谢、咏钵、瑟、琴、伴奏，欢喜庆祝举行奉献礼。汉时的对耶路撒冷四围的地区甲尼多法的乡镇来组织，搁对别吉甲、对加巴甲阿苏马威的地区来，因为汉时的伫耶路撒冷周围有建立因家己的庄舍，祭司甲利未人洁净家己、洁净人民以及城门甲城墙。我带犹大的领袖上城墙顶，将俄勒感谢的人分做两大队。第一队伫城墙顶对南边往粪扫门去，对伫因后面的有何沙雅甲犹大领袖的一半，还有阿撒利亚、以斯拉、米苏兰、犹大、便雅悯、西玛雅、亚利米，这祭司亚拉巴。对伫后面的有撒加利亚，伊是约拿丹的囝，约拿丹是西玛雅的囝，西玛雅是马塔尼的囝，马塔尼是米该亚的囝，米该亚是撒克的囝，撒克是阿撒的囝，撒加利亚甲伊的同事西玛雅、阿撒德、米拉莱、基拉莱、马爱、纳塔耶、犹大甲哈拿尼，拢摕上帝的仆人大笔一落去，经学教师以斯拉做头前，因伫
蛇门的对面，对台北城的溪仔上城墙，经过台北王宫的顶面，东边去到水门。第二队俄勒感谢的人行倒边方向去甲第一队相拄。我甲人民的一半对因的后面，伫城墙顶经过路楼去到看墙，过过依法的门、古门、鱼门、合兰业楼、合米亚楼去到洋门，伫经纬门停骹。这两队俄勒感谢的人徛伫上第一灯，我甲官长的一半嘛徛伫遐。这是伊哩阿敬、马西亚、米纳民、米盖亚、伊哩用来、萨加利亚甲哈纳尼亚、拢古古纳巴。因的后面阁有马西亚、西玛亚、伊哩阿萨、欧西、约翰兰、马吉亚、伊兰甲以下。伊斯那希煞很死的大声称赞。迄日众人献真侪祭物，嘛真欢喜，因为上帝互因非常快乐。妇人人甲囡仔嘛拢欢喜庆祝。耶路撒冷欢喜的声对真远就听到。迄日有一寡人受指派管理府库，因为因有照律法的规定，为了攻击祭司甲利未人，将逐乡镇的田园所收成初熟的果子、十分之的奉献，甲逐款的礼物，拢藏伫迄内面。犹太人民对祭司甲利未人的服侍拢真满意，因遵行上帝的命令，守洁净礼，献死的甲守卫嘛照台北甲伊的囝所罗门的命令安尼做。伫古早台北甲阿萨的时代，就有献死的甲指挥，阁有俄勒感谢上帝的诗歌。伫所罗巴伯甲尼希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民将逐日引得的分野攻击献死的甲守卫，阁将要攻击利未人的分野分别出来。利未人嘛将要攻击阿伦子孙的分野分别出来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伫尼希米记第9章到第12章。